復旦附屬醫院點樣用系統去降低醫療風險？喺醫院嘅管理工作入面，醫療安全係重中之重嘅工作。如何喺醫療風險發生之前，即刻做出判斷同埋干預，去預防並且提供支持，以降低發生醫療糾紛嘅可能。復旦附屬醫院用系統做咗3件事。第一，病歷系統中嘅住院患者數據可以主動篩查醫療安全風險嘅線索。呢一種自動化嘅篩查可以更加全面咁發現潛在嘅風險，為後續可能會發生嘅醫療風險提供準確嘅數據支持。第二，風險檔案可以對風險嘅類型同埋級別進行關注同埋評估，通過查看病歷、訪談醫務人員等嘅方式去獲取必要嘅數據，決定係咪需要立即進行風險嘅干預以及具體嘅措施。呢啲操作都係系統入面進行嘅，可以確保我哋可以及時作出針對性嘅措施去預防。第三，通過早期風險介入應用進行工作記錄，可以詳細記錄干預措施嘅實施過程同埋效果。咁樣嘅檔案管理方式係有效提高咗我哋醫療記錄嘅管理、查找同埋歸檔嘅效率嘅。咁樣嘅方式為我哋後續嘅醫療工作提供咗更大嘅便利性同埋可追溯性。作為一間非常有歷史嘅大型醫院，其實佢哋嘅系統管理係相對保守嘅，因此一款具有彈性同埋可操作性嘅系統就成為咗佢哋未來發展嘅重中之重，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有效咁提升佢哋嘅醫療服務品質。